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木 Sir 咧打算同大家講下關於咧清朝嘅歷史。咁我哋經常咧都係講康雍乾啦。但係其實咧整個清朝由盛轉衰咧，即係有啲人係話係乾隆嘅問題啦。但係其實咧整個中衰最主要嘅轉折點咧，應該講咧係乾隆個仔嘉慶。喺嘉慶啦之後嘅道光啦，可以話係整個清朝咧。比較即係中衰落嚟有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情況。咁呢兩個皇帝咧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主角啦。又撞到媽媽啦。咁大家可能聽過咧喺乾隆朝嘅時間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貪官叫咩名咧？和珅。係啦，和珅。咁咧有個民謠咧就叫做和珅跌倒就嘉慶吃飽。呢一個咧就係因為咧喺和珅屋企咧抄嘅家咧。等同於幾多咧？等同於清朝15年嘅收入。咁總額咧係達到8億，甚至有啲人估咧有11億兩嘅。咁所以話咧，其實嘉慶咧佢做皇帝咧，本身一開頭嘅時間咧，其實就唔係佢自己話事嘅，因為當年咧乾隆為咗咧係尊敬啦，即係佢個阿爺啦，即係呢個康熙咧，所以佢係專門咧做到第59年皇帝嘅時候咧。佢就話退位讓賢咧，就做太上皇。咁佢做咗幾多年太上皇咧？做多4年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做落去咧，佢應該係清朝做皇帝時間最長嘅人嚟㗎啦。咁所以話其實嗰4年咧，雖然佢做太上皇啦，但係其實真正權力咧都仲係喺佢手上。當嘉慶咧真正咧喺乾隆過身之後咧，攞到權力咧就抄咗和珅家。按照呢個數目嚟睇咧，大家都估計咧應該可以令到咧清朝嘅盛世咧，即係呢個康雍乾嘅盛世咧係延續落去。但係咧呢個時間咧又發生咗啲大事。清朝嘅後半期咧，其實全世界咧係發生一個巨變。大家都知道啦，當時歐洲已經做咗啲咩？工業革命。係啦，冇錯。當年咧呢個馬國爾嚟訪華嘅時候咧，其實法國咧已經成為咗第一個咧係取消封建呢個王朝嘅國家。建立咗咧第一個咧由資產階級所統治嘅國家就係法國。就係呢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當年咧呢個馬國爾尼咧去見呢個乾隆嘅時候咧，就送上咗呢個蒸汽機啦、手槍啦等等呢啲嘢咧，都被清朝皇帝咧即係乾隆認為呢啲只不過啲奇技淫巧嚟嘅啫。但係冇諗過咧呢一樣嘢咧，其實呢一切嘅蒸汽機嘅發明咧係改變咗呢個世界。當然去到佢個仔咧呢個嘉慶嘅時候咧，更加亦都係錯過咗啦。原來咧唔講唔知喺呢個世界歷史當中同樣比較咧。原來乾隆過世嗰年咧，亦都有另一個人過世。你估係邊個？係美國人嚟嘅。我俾啲提示你，美國第一任嘅總統華盛頓。冇錯。當時嘅美國咧已經實行緊呢個總統制啦。華盛頓死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完成咗2屆任期，並且退咗休㗎啦。其實乾隆同華盛頓咧係同一年死嘅。而回到嘉慶嘅時間咧，佢接手乾隆嘅呢一個政權咧，佢係一個爛攤子嚟嘅。因為大家都知啦，乾隆咧即係去到晚年嘅時候好大喜功啦，十全老人啦，打咗好多仗，使咗好多錢，再加埋咧有呢一個大貪官和珅咧，可以話整個清朝咧去到呢個時間咧已經係外強中乾㗎啦。亦都係咧喺嘉慶即位嘅第一年咧，即係嘉慶元年咧喺呢一個民間咧亦都發生咗件大事，就係呢個川楚地區咧爆發咗清朝建國以嚟咧最大規模嘅民變，就係呢個白蓮教起義。呢一次嘅民變咧，唔單止歷時長，一共咧橫跨咗9年嘅時間，亦都喺呢場戰爭咧波及嘅地方好多包括咗呢個湖北啦、四川啦、陝西等等嘅地方。喺戰爭當中咧，亦都暴露咗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就係清朝咧有10幾個嘅提督啦，同埋一啲高級將領咧係戰死沙場。亦都反映咗咧清朝一開頭建國以嚟咧非常之強嘅八旗兵制度咧，已經唔再係當年嘅八旗兵啦。所以呢件事件咧，最後咧嘉慶咧前後使咗2億兩咧，先至真正平定咗。頭先都講啦，喺和珅手上咧刮咗8億幾，或者有啲講法咧有11億兩㗎嘛。但係咧呢頭解決完白蓮教起義咧，另一邊咧又再次爆發另一次咧係清朝中期嘅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起義，就係呢個天理教嘅叛變。呢一次嘅天理教叛變咧，雖然咧規模上面咧並不及咧白蓮教起義，但係呢班天理教教徒咧，居然犀利到咧可以俾錢買通埋宮廷入邊嘅太監。趁住呢個嘉慶帝咧係去咗呢個承德狩獵嘅時間咧，直接攻入去紫禁城。
佢第二嗰個仔咧，阿閔寧咧就攞住呢個鳥槍咧，就擊退咗呢一班嘅叛軍。如果唔係咧，呢個後果咧可以話不堪設想。咁啊可以講咧，整個嘉慶帝嘅時期咧，天災人禍不斷。所以話沒收阿和珅嗰筆錢咧，雖然話多唔多，話少唔少，都有15年嘅財政收入，但係喺呢啲咁樣嘅天災人禍之下咧，都用得七七八八啦，好快。咁而且咧，其實我哋睇翻無論正史又好，野史又好咧，都冇講嘅話咧，呢個嘉慶帝咧係嗰啲昏庸無能嘅係嗰啲沉迷酒色啊嘅皇帝。佢係一個好勤力嘅皇帝，同佢阿爺好似。佢阿爺係邊個？雍正。係啦。咁基本上喺歷史上面講咧，嘉慶帝咧係一個非常之簡樸啦，亦都係一個咧寬愛人厚嘅皇帝嚟嘅。咁不過咧，佢喺政治上咧可以話係毫無建樹。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係一個墨守成規嘅，無論係上一個所有嘅祖宗留落嚟嘅制度咧，佢全部照跟。所以話咧，即使係佢非常之勤勞咧，但係喺佢執政嗰20年間咧，基本上咧呢個清朝咧都已經開始慢慢走下坡。跟住到佢過身嘅時候咧，終年咧係61歲啫。咁當嘉慶過身之後咧，咁啊去到佢個仔即位啦。佢個仔邊個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成功用鳥槍擊退咗呢一個天理教嘅叛軍嘅嗰位啊，佢第二嗰個仔阿閔寧。咁閔寧即係後來嘅邊個？嘉慶完咗之後，道光。冇錯，就係道光皇帝。咁去到清朝，去到道光皇帝嘅時候咧，已經唔能夠再用國富空虛嚟形容佢啦。簡單嚟講就一個字，窮。冇錯。道光皇帝咧可以話係歷史上咧一個好出名節儉嘅皇帝，唔單止佢節儉，連佢太太都節儉啊，即係個皇后都好節儉。佢唔單止自己咧着嘅衫咧係有補丁嘅，而且仲規定咗咧宮中用膳咧每日不得超過4碗。咁一日食幾多飯咧都有明文規定咧，可以話歷史上咧都真係得佢嘅啫。咁而佢個皇后佟佳氏咧就更加慘啊！佢生日嘅時候，你估下得到咩生日禮物？下次我可以送呢個生日禮物俾你。一朵花。唔係，只係請佢食咗一碗打滷麵作為祝賀。哦，長壽麵。係啦，咁啊即係你知道呢個道光皇帝咧，真係慳到一個點。咁不過咧，佢唔知道咧喺呢個朝堂之上咧慳嘅其實得佢一個啫。但啲官員咧喺佢面前咧上朝嘅時候，當然着嗰件朝服咧又打晒補丁啊等等啦。但係私下點樣咧？奢華。係冇錯，非常之奢華，大魚大肉。咁而且喺呢個時間咧，道光皇帝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咧，英國人已經開始向中國大規模咁樣輸入啲鴉片啦。咁其實睇翻歷史咧，英國人輸入鴉片嚟中國咧，早喺雍正時期咧已經有㗎啦。咁而且咧，歷代皇帝咧都有一個好嚴格嘅鴉片禁令，不過咧越禁越有，而且去到道光年間嘅時間咧，更加咧可以講係泛濫成災啊！唔單止民間吸食鴉片，連宮廷入邊嘅太監啦、侍衛啦，甚至乎係皇族咧，都有人吸食鴉片。咁因為鴉片而令到喺道光年間咧，每年外流出去嘅白銀咧就超過600萬兩，咁啊而令到咧整個國家咧就出現咗呢個銀貴錢賤嘅問題，咁啊白銀荒。咁所以後來咧，大家都睇過鴉片戰爭嘅歷史都知道咧，當時咧時任湖廣總督嘅呢個林則徐咧就上奏道光皇帝，咁啊力陳呢個鴉片嘅害處。咁啊最出名嗰句咧就係話，如果再唔禁止嘅話咧，幾十年後咧就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咁於是林則徐得到道光皇帝嘅支持咧，就喺1839年嘅6月3號咧就下令將廣州13行當中嘅呢啲鴉片全部充公。充公咗幾多咧？237萬斤嘅鴉片。咁然後當然咧就係大家熟知嘅虎門銷煙，喺呢個東莞虎門嘅呢個海邊咧就處理咗呢啲鴉片煙。咁然後咧就發生咗我哋講呢個近代史嘅開端——鴉片戰爭。咁呢場戰爭咧，英國人咧係派出咗40艘軍艦，有幾多人嚟到咧？4000人嚟到啫。呢一次咧可以話係清朝自清太祖咧努爾哈赤建國以嚟咧，整個清朝面對最大規模嘅一次外敵嘅威脅。所以面對呢件事咧，當時不嬲都好慳家嘅道光皇帝咧，都將家底拎晒出嚟咧，就要集全國之力咧去打呢一場仗。咁但係大家都睇過歷史知啦，只係堅持咗年幾咧，最終咧都係唯有宣布投降，咁啊簽訂咗呢個喪權辱國嘅南京條約啦。咁如果講道光皇帝慳足成世咧，佢最豪咧
就係佢臨尾嗰次，去到1850年咧，69歲嘅道光皇帝咧就鬱鬱而終，而佢第4個仔咧阿奕咧就繼位，咁即係後來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咸豐。係啦，咸豐年間嗰個咸豐。咁佢最後咧就豪擲咗400幾萬兩咧，為自己咧起咗個清西陵，就係呢個道光皇帝嘅陵墓。咁呢個嘉慶同埋道光皇帝咧，可以話咧喺整個清朝中衰歷史當中咧，佢係一個標誌性嘅人物，因為繼道光之後咧，基本上咸豐就面對住後來講英法聯軍之役啊等等嘅外國列強入侵，咁啊亦都可以講咧係註定咗清朝後來走向滅亡嘅道路啦。好，咁今集咧關於呢個嘉慶同埋道光嘅故事咧就講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啦、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啷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拜拜。Goodbye kiss。咁啊，大家可能都聽講過咧，喺乾隆朝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貪官。和珅。唔係媽媽。拜拜。啊，要拜拜啦。好，你講埋呢段先好唔好？講埋呢個先，重新嚟講下。